好，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我係岑奕林。今日我哋受到一股達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所影響，天氣都明顯比前嗰一兩日涼返啲。首先睇一睇氣溫方面，香港大部分地區嘅最高氣溫介乎26至27度，而比起琴日同一時間，大部分地區都低咗大概4至6度左右。至於天色方面，由大範圍嘅衛星雲圖我哋見到，一道雲帶正係覆蓋住廣東沿岸，所以喺晏晝由維港望出去見到嘅天色都比較多雲，而且間唔中都比較朦。但我哋預期呢股偏東氣流就會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所取代，而同時隨住高空反氣旋嘅增強，我哋聽日嘅天色就會好轉。嚟緊2、3日日間會係炎熱，所以今晚去到聽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初時會有1、2陣微雨，部分地區能見度會較低，最低嘅氣溫大概去到23度。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嘅氣溫大概去到29度。風方面係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會吹強風，晚間漸轉會吹和緩嘅南至東南風。至於展望方面，我哋預期隨住高空反氣旋嘅影響底下，今個禮拜嘅餘下時間去到下個禮拜初都會係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埋炎熱。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再見。